難亂咯，攞手啊！變腳了！对了，兄弟们，精英手册又上线了，返场时间12月20日，现在开始到明年1月5日，各自返场的有小丑、木乃伊、冰雪。12月29日18点还有惊喜道具，里面有电音教主大礼包、AKM 的汨罗繁花满级大礼包、ZLS 休眠连满级大礼包，某鱼都精英手册参与。